另外，林研局因为接到保姆违法超收婴幼儿，造成2个月内分别有4个月加8个月婴儿不幸死亡的定证案，伊拄仔伫总日巡表达痛心，要求校局袂当以个人资料保护法加离校福利权益保障为理由，限制资讯公开。同时检讨违办的成效甲登记管理办法，要求校局毋通出代志才要登记访视。进一步要求市府思考托育服务中心爱收回主办。难道都要出事情才去做访视吗？4个月大的孩童，21号访视，这一个姓吴的。又有一件，台南市短短在这几个月，就是2个月的时间，有3个婴儿莫名其妙而来变成是保姆照顾而死亡。这一个部分是1月21号，再下一个就是向我陈情的4月19号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一对新婚的夫妻。我认为在这个访视的过程，你看之前好都按照这样访视，为什么之后是当出事才要叫做例行的访视？事前例行，因而夭折；事后掩护，是否是帮凶？为什么会讲是否是帮凶？再来看下一章。市长，托育服务中心应该收回自办。为什么我要讲收回自办？在这个访视的过程，我认为真的是用例行性的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想有办法做到？有办法真的照顾到我们的婴儿吗？每一条生命都很宝贵，但是您刚刚讲的托育服务中心，他讲的他做的服务是全面的。然后您刚刚提到说，你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收回自办，收回自办不是万灵丹，但是我们会参考其他的县市，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？其他的县市他们也是在自办。另外，英王区中华路154巷因为含上路具造成严重饮水意案，议员都要争取中华路甲中华1路新设含上1亿3000万的工程，嘛要求市府一定要持续规划第3期中华路 CF 干线新建工程，来彻底改善顶游的饮水。台南新闻，阮及林根采访报道。